主席，我發言係支持致謝議案。喺呢一個環節，我會聚焦醫健通加私營醫療收費透明度。如果有時間都講一講對專業服務嘅有效監管。醫健通加嘅最新發展喺衛生事務委員會已經充分討論啦。一人一病歷係醫學界過去20年嚟嘅願景，為病人整合病歷亦都係我哋醫生嘅道德責任。儘管醫健通加同常用嘅診所應用程式已經初步接通，挑戰係依然存在嘅。例如偏遠地區或者老舊樓宇嘅網速緩慢啦，醫健通加系統速度有時唔穩定啦，部分醫生仍然係用手寫嘅病歷啦，系統暫時仍然未具備功能，俾病人係發出指令，唔傳入某一啲指定嘅資料啦，雙重輸入嘅問題尚未排除啦。而且係醫健通加嘅病歷資訊有時係過多，令到醫生診症嘅時候失去焦點等等。尋日9個醫學組織聯同埋醫務衛生局同埋醫健通辦公室就舉辦咗一次嘅研討會，由局方回應咗政策同埋法律上面嘅提問，醫健通辦公室就係解答咗技術性嘅疑難，開啟咗業界同局方坦誠溝通、共同解決問題嘅通道。除咗統一電子病歷、統一治療流程、健康工具同埋數據平台之外我好期望醫健通加可以演進成為醫生嘅副駕駛，協助醫生診斷並且提供治療嘅初稿方案。居家醫療監察儀器而家好普遍，琳琅滿目，但係標準不一，而且互不兼容，引致數據流失或者係缺乏整合分析。我樂見政府係計劃立法規管醫療器械。我建議醫健通加進一步可以發展成為認證咗嘅醫療器械嘅兼容平台，統一維生數據，以人工智能綜合分析。私營醫療收費透明度啦，我贊成私營醫療收費透明，而醫生喺手術前報價已經係習以為常噶啦。病人關注嘅就係自己揞荷包出嚟嗰部分，即係自付費用嘅額度。而自付費用嘅額度個方程式就係佢等於醫療收費減咗去保險賠償。因此醫療收費同埋保險賠償都要透明。我建議政府可以建立跨保險公司嘅醫保預先批核平台，等醫生喺術前可以先輸入預算醫療開支，由保險公司預先審批賠償額嘅上限。措施可以等病人預先知道自己揞荷包嘅自付費用額度，亦都方便政府收集數據，而且正好落實咗自願醫保計劃討論之初嘅 known gap 嘅概念。私營醫療開支確定性亦都係一個大問題，即係話透明度以外仲有確定性嘅問題。而併發症就係醫療開支單一最大嘅不確定來源。舉個例，大腸癌切除手術之後，一旦個駁口滲漏急需要進行補救手術，之後加護病房、抗生素、傷口護理等等係在所難免，帶嚟嘅係倍增嘅醫療開支，令到病人可以大失預算。我請政府深入都研究應對併發症開支嘅融資方案。我嘗試拋磚引玉，提出3個可能性嘅建議。第一係規範醫療保險將併發症定義為有別於原診斷嘅疾病。併發症嘅治療費用以獨立於原診斷釐上。第二個可能亦都係同保險業界商討，可唔可以設計一種併發症保險作為醫療保險嘅附加選項，即係 rider， 又或者喺入院嘅時候一次性去購買併發症保險。而第3個可能性或者就係喺醫保嘅保費植入徵費，即係 levy， 去建立一個併發症嘅賠償基金，協助繳付併發症時引發嘅開支，尤其是係醫院嘅開支。最後我想講一講專業嘅有效監管。據悉有一名自稱係臨床心理學家嘅人士係干犯咗猥褻侵犯兒童罪而獲判刑。刑滿之後佢繼續以臨床心理學家嘅職銜係執業㗎。
由於認可醫療專業註冊計劃咧並非一個法定註冊嘅計劃，職銜冇一個專屬性，臨床心理學家註冊嘅機構咧亦都冇法理基礎採取任何行動。現行嘅制度對市民嘅保障咧，似乎係可以改進嘅。我建議政府咧係如果要保存現在嘅註冊框架，或者考慮係立法規定，譬如臨床心理學家等等嘅專業名稱嘅專屬性，由單一機構註冊批准使用呢個職銜，咁先至咧係能夠有效監管到專業人員嘅質素咧、操守咧，進一步保障公眾。縱使我哋嘅健康指數呢係位列全球嘅前方，但係健康事業呢就有如逆水行舟。如果我哋唔去因時制宜，我哋就必然會倒退。醫療改革嘅列車呢已經喺度加速行駛啦。要解決千頭萬緒嘅問題呢，係有賴行政、立法同埋各持份者集聚智慧，邁步前行。多謝主席。